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有8个民众经过朋友介绍，要到泰国的交警做短期的散工，真好康哦！薪水5万，包吃包住，佮帮你付机票。结果，这个8个人的旅游团飞到泰国一个落地，护照都随风扣押，直接送到边境缅甸的诈骗园区。家属赶紧来报警，其中有3个太太，因的家属拢付30万，全防放回来。也毋过也有5个少年呢，因为家属无报警，而且嘛无付赎金，真有可能即摆要防拐离的诈骗园区。伫咧泰国的交警一间比一间更加豪华大间，逐工流动的金钱出入拢是几20亿。当费缅甸诈骗园区走回国的被害富人人，讲到叫怪气，就心惊惊，因为相信短期做临时工会当赚到真侪钱，就去泰国，说什么到却卖到诈骗园区做抵押。去泰国开银行账户，筹金5万块，5万台币吗？台币5万台币。然后顺便可以玩耍。对，顺便可以又吃又可以玩。被害者富人人相信认为主先生和洪先生消费，对方讲到泰国交警短期做临时工，薪水5万，负责开卡包吃包住佮包机票，因含另外5位少年仔到泰国机场就叫扣押护照，落尾送到隔壁国的缅甸苗华镇园区，叫武装分子关起来。那会对你们可能有打骂的状况吗？是没有，可是就是要跟家人要求赎金，要求不到，口气很不好。诈骗集团尾仔就开始伫咧街上看这3位富人人做工课应该航班，就向因家属讨赎金，大人各付40万到60万，富人人才防放出来。这5位少年仔却转卖到诈骗园区。根据了解，家属无报警，因的名字嘛无出现伫咧警方的名单。警察研判，因应该毋是防强表压起的，即马个可能留点伫咧苗华伫诈骗园区内底。因为我们是很有价值的。他们可以卖到他还可以卖到别的园区，一直卖，他们就有钱了。目前5位少年仔即马人伫咧倒位，无人知。被害富人人嘛提醒大家，若是还未坐飞龙机，就还阁有机会走，唔通去相信工课简单到真侪钱通领。若拄到叫压去做歹代，要靠就无目屎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